世人把事大分明，万岁要算是机明，别人的名儿我不会算，自己的名儿算得真。哎，先生，那侬要详详细细、老老实实个说来啊。好，说不准啊，水秋，说吧。妈妈，我一不搬家，二不奉人，早明日孙，妈妈听到。祖上内明21日，明例规定10中生哎，他祖上家业人无问，治理人家常人人，出生原是官家子，父母爱他常常争，上无兄来下无弟，他是无姐无妹多一生。一句2岁娘娃抱，3句4岁离娘生，5句6岁无官看，7岁8岁上衙门，9岁10岁与文昌官，11日到年，12岁到17岁。哎呀，妈妈！做啥？17岁上有在心，在心？哎，可有4个在心啊？17岁明白天高心，无风起浪不逃生，朝中见人来上爱他人家一抹门，只有知名能道生，他是穷途落魄去飘零，苦逼瞎子多作强，仆人过岗喜万分，赢得红鸾喜心照，罗凤淑女4人年，男无品金为标记，女无美珍4人情。哎呀，醉我！哎呀，先生啊！哎呀，这个先生，你算个……哎呀呀呀！哦哟，先生，对不起，先生。哎呀，我先生，侬算个啦，等我过月讲个是一式一样。哎呀，妈妈！先生，对不起，先生啊！哎，先生，原来有那个讨人，哎，咁么后来又怎么样啊？对我顺嘞。17岁到18岁，哎呀，妈妈！又做啥啦？18岁遇逢大难行，牢狱之灾飞来后，人民官司家在身，名满小人恩相爱，谁却怨命难人。
问谁心中人不人？我只能假日睡眠安相劝，劝为娘子莫伤心。啊，妈妈，此名是万好啊，是万好啊！原来是万好啊！幸亏有梦贵人心，贵人相聚得容生。18过去19春，独尊青龙交好运。今年正到20一，金榜得中做公卿，莫下夫妻苦相为，苦尽荣愿得婚情。我女婿死了3年整，哪有人死最不生人？不对哟！哎，说吧。妈妈，你们许得不相信，我此命算来一定真。他命中实在不该死，莫今晚在世上人。妈妈，里面是热热的可。喏，是我的个女儿啦。先生，我老实告诉侬，刚才送个农民。就是我的个女婿啦！哎，冤枉死了，已经有3年了。妈妈，岂有冤枉，因我不去申冤告上。哎，不得告上少爷嘛，提起告上我亲呀啥？我母女几次去喊冤，哪里张当全是他？我冤呀不呀，见告别呀，这都是那番子滚成呀！妈妈，那就在往上告。哎呀，先生，跟俺家到4个地方去告你。妈妈，我一路迎来听人讲，有一位新人情愿出金榜。明日如可到海宁，你安远带人去告上。那妇儿不退婚，那妇官不留堂，恐怕我愿万子真言。他为官清正理朝堂，体面不是不寻人，你们去告上，一定能够伸冤枉。先生，这人我大人真是个清官。是啊，你们去告上，一定能告得正。哎，跟俺到就要去试一试你。哎呀，这到4个地方下长子去你。长子，我为谁呀？啊？这先生我为谁长？为谁呀？那就请先生今晚下上长子了。好，弟今晚俺就读自别来。哦，不用，我这里有。弟今啊，快去先生母我。哎呀，干好了先生。他被张郎所害，这冤枉嘛，刚才算命都已经算出来了。
三层老树远近，十里行间血泪淋。我是写上字是生门，明日里定教日子佛法里。上一写好，妈妈请看。哦，好个好个。哎，定金啊，我得去今天来年自己看看下的地不对啦，快去快去呀！先生，这人我大人当真是个清官，请日虽明日今，故传天命无误。妈妈放心如是。先生，要是长子高正，那个女婿生了冤枉，跟俺一定要好好的。下家奴，妈妈，我下家奴了。妈，姐姐说嫂子写得真好。哦，先生辛了，辛苦了，我没心接他。哎，先把连三傻儿子给送去县城吧。哎呦，还是我个闺女想得知道啦。哦，先生，我里病苦。没动电好不用。这里啥子？就送去先生，别拿个妈妈不用，妈妈不用，去吧，读书吧。哦呀，多谢妈妈。不要客气，弟弟小意思，不要客气了啊。哎，先生，子我特在，妈妈，这下子我收下一只，还有一只就留在这里。这是做啥啦？收下子人对夫妻相会。你说啥？刚刚就没好，这高人到底是发牢这个啦！哎呀，阿孬，妈妈，算命先生在哪里？走了。那，这虫子下到发